准是萧瑟，那家伙又在背后说我坏话了。也不知道那家伙怎么样了。萧瑟背后说你的，可不是坏话哟。他说我什么？他说你肤若凝脂，面如桃李，直率爽朗，有情有义，还是枪仙司空长风之女，可谓是集百种优点于一身。可惜，却只有一个缺点。什么？缺点温柔，秀色掩金骨，荷花羞玉颜。哪个男人不喜欢那如荷花般透着一点温柔的娇羞呢？你若是每天温柔地为他洗手做羹汤，温柔地与他点烛夜读排忧解难，温柔地对待他的朋友，凡是有好吃的，都想着他的朋友。好你个无心，敢耍我！嘿！臭和尚，有胆就别跑，我给你松松筋骨。松筋骨倒也不必，小僧只是皮痒而已。看枪！嘿！嘿！呀！怎么又打起来了？这是第几次了？今天的第3次。月姐姐，帮我教训这个臭和尚。无心法师，我找你来，不是要你拿千洛开玩笑的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不说千洛了，我说雷无杰，行了吧？我那小兄弟雷无杰，可不只有少年情，他的好，你才见识不到一半呢。这与我无关。哎，雷无杰还有哪些优点，你就不好奇吗？不好奇。他呀，不仅人傻钱多身材好，而且天生玲珑心。如今他对你动心，一瞬便是一生。这一夜就这一句话，你却听了那么久，还说不好奇。不要欺负我2个妹妹，有本事你冲我来。蕊姐姐有勇有谋，将那唐林兄拿捏得死死的，小僧实在没什么可说的。若是叶姑娘和千露姑娘能有蕊姐姐一半的机智洒脱，小僧现在怕是已经当干爹了。你一个出家人说这种话，大黄，咬他！到达目的地之前，我看你就在甲板上待着吧。想不到我无心竟也落得这般待遇。喂，你还打算挂在我身上多久？罢了，也该去看看那几位兄弟了。我们走。
上次走得匆忙，没来得及见面。小兄，你身体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只是你不是去了天外天吗？怎么这么快回来了？其实我也没有想到，只能说我们有缘，缘分到了，小僧自然就回来了。嗨，回来就好，我们喝酒。秋露白，想不到你们这趟出游待遇竟这样好。早知如此，我就该直接跟着你们的船了。这茫茫大海，你是怎么过来的？我是乘天女蕊的船来的。叶若依也在船上，还有司空千洛。萧兄，可否和我介绍一下这位新朋友？看样子是位高僧啊。天外天，魔教。吴仙，坐着这么小的船赶过来，真是辛苦你们了。我们的船虽不及这雪松长船，但也不至于这么破败。哎，哇，听起来挺刺激的。我先上去看看。松羽。萧瑟，这一次，暗河留了10成功力，就为杀你而来。暗河听令，杀！刘无杰打不过那苏木女，你快去帮他。我平生只有一个爱好，就是拿高手练刀。你可是这里唯一的逍遥天境，而且你似乎很特殊。上次光顾着打剑仙了，没见着暗河。这次就让小僧来会会吧。我得好意提醒你，和我对决，你可得拿出全部的实力来。小和尚，对我开始好奇了吧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的身份——魁。只有暗河武力最高的人才能担当这个角色，所以你和我打，绝对不亏。阿弥陀佛，杀手还能这么话痨？小僧的确长见识。我看你倒是适合来当和尚。别的不说，每天念经管够。有意思。这钟倒是不错，有点意思。他刚才是凭空消失，凭空出现。小和尚，快点拿出些别的招式来，许久没有练刀了，我可是饥渴得很啊！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别的玄机，可这到底是什么？小和尚，别想了。什么？无声无息地进入我的般若心中。我和他们那些只会用刀剑打打杀杀的人不一样，我是来自另外一个完全黑暗的世界，修习另一种世人完全不了解的秘法。只要你还能给我足够多的惊喜，
我还能让你多活一会儿。小和尚，逃跑是没用的。不好意思，我实在是有些倦了，不如就让我来结束这场战斗吧。哎，等一等，小僧有门阵法绝技，从不轻易使用。此阵一出，但凡阵中之人，无论强弱，必死无疑。啊！出家人不得轻易杀生。我问你，此阵你可想试上一试？若真有此阵，自然要试。好。那穆家海元首今夜此身世将会启发，算算也是时候了吧。你这阵还没好吗？烦透了这下雨天，弄得一身湿乎乎的。你到底还打不打？这雨可是越下越大。我的耐心可是有限的。好，小子，你耍我！出家人不打诳语，这雨就是我的阵法。哼，找死！又消失。果然，真正的在上面。你是怎么发现的？传说东瀛有一门邪术，可以用内力将自己的魂魄抽取出来。魂魄没有实体，攻击自然不奏响，却足以用来迷惑对手，发动真正的攻击。其实小僧一早就怀疑此事了，只是魂魄与实体如此相像，实在难以判断，因此才谎称了启动阵法一事，只等大浪来袭。原来如此，魂魄是无法被海水打湿的。小僧不才，也是侥幸才能赢你罢了。小和尚，你高兴得太早了。我确实会那御魂之术，可这并不代表我就不会真正的秘法。你想赢我，还早得很呢。什么？小和尚，这不是魂魄，那他……
这茫茫大海，你又能跑到哪里去呢？佛本无生，法亦无相，无法无相，诸法万象。你看小僧这功法学得如何？你才是真身！看来你并没有学到精髓呀！还以为和暗河打能好一点呢，真是我不欲成佛，奈何佛陀欲成我呀！公子得罪了，就算赔上你所有朋友的性命，今为今日，也要拿你回去不可。大剑是聪明人，何必如此呢？鱼死网破，你也什么都得不到。天启五大剑，谨宣伴读而居于首位，稷下谨欲睿智，谨先仁厚，谨言善辩。我仅为比不了他们，唯一让圣上看得过眼的，便是执拗。我想圣上既派了我来，心中也定有所打算。就让我用这最后一招，结束战斗吧！这招正是锦卫公公一战成名的自在杀逍遥。和尚，快护住大家！早就准备好了。我们不能长战，得赶快想办法。真是个让人头疼的家伙。这次没那么简单。这银衣蛇若只是一条，也好对付。可这成千上万的银衣蛇，彼此又配合默契，再加上这毒水瀑布的保护，别说抓几条，靠近的瀑布都是难事。为了大哥的病，我也算尽力了。我是想说，你看看那妖和尚，他似乎有办法。
哎呀，来都来了，哪有空手而归的道理？小僧天生耳根子软，听不得你们这要死要活的。既然你们有这份心，小僧就助你们一臂之力。或许你用得上这个。哦。 你二人看我信号，天眼通。少侠小心！还不够，神足通。 蛇身上结冰了，还真有效果。快，能带走多少就带走多少，我坚持不了多久。好，好。 又是他们！从海上追到路上，还真是执着。上次我暗河本能杀你，却被那锦威公公拦了。这一次，没人救得了你了。绝望吧！等一等，你的对手在这儿。又是你，又见面了。 哼，手下败将，现在求饶还来得及。小和尚，别躲呀！小僧可不止。另一个家伙会在哪儿？你的这位兄弟舍得现身了？被看穿了呢？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1、2，看出来很难吗？唉，上次就已经是破例了，看见过我的人都得死。 我的眼睛，原来如此。 哥哥救我！哦，原来你是哥哥，看来我想的没错。滚开，臭和尚！
你的兄弟为了你的绝技，长期在暗中行动。光就是他的弱点。不要在敌人面前分心哦。哥哥。 罢了，也不过如此。等一下，和尚！什么？你竟然敢看不起我？你竟然看不起暗河的杀手之王？我可是鬼！我要你给我弟弟陪葬！呀！呀！你给我去死！ 小和尚，这就是暗河最锋利的刀。 放弃挣扎吧，你没有胜算。有一个老和尚说：“相由心生，命由己造。”赐你这障目之法，奇技饮酒之时，你便已经输了。可笑！你拿什么赢我？呀！你的心乱了。你说什么？ 这不可能！我怎么可能输？师傅，徒儿受教了。